開波啦！開波啦！而家係黑色隊和牛隊，黑色有豪哥、Hugo、阿簡、基寶同埋 Colin， 超級高隊。而家牛嘅唔知幾多號攞翻個籃板，9號大過半場，哇！牛嘅隊長落咗嚟啦，好緊張啊！阿和傳翻俾顧哥，傳俾唔知叫咩名嘅隊友。哎呀，出咗界啊個波！白山波，應該係豪哥整咗出界，或者犯規之類。傳咗俾 Henry， 再彈地俾，哎呀，出咗界啊 ！Henry 一個 turnover。深色隊開波，傳俾 Colin 爆入去，傳俾豪哥再傳翻俾 K 寶傳俾阿簡飛 away， 哎呀爭少少，和牛攞翻個籃板，傳翻俾阿 Roy 傳翻俾你呢個隊友。Jerry 好勇猛啊，搏到個犯規，加到阿和起手3分，力度爭少少啊！豪哥攞翻個波，傳翻俾基寶大力掟傳俾 Hugo， 會唔會自己做呢？傳俾高位嘅 Colin， 再傳俾低位嘅阿簡起手啦！哎呀，爭少少嘅，但係自己攞翻個籃板，但係好混亂嘅狀態底下，阿 Roy 有個 turnover， 唔係阿 Roy 接到一個 turnover， 傳俾 Jerry 起手，哎呀，爭少少，但係 Henry 攞翻個籃板，再做個，傳翻出嚟啊！阿和一個起手，哇！6分波，冇錯。阿和而家6分，深色係未入波嘅深色，但係深色應該好有優勢㗎。高佬聚集 ，Hugo 起手，哎呀爭少少 ，K 寶攞翻個籃板，會自己上呢？唔會，傳俾 Colin， 自己爆，哎呀但係個位唔啱，學到個犯規啊！深色開波。Hugo 起手 ，K 寶攞翻個籃板傳俾阿簡，簡入球2分波，而家6-2，和牛隊領先。見到和牛嘅隊長同阿 Roy 喺度自浸。阿和喺低位接到個波點算呢？顧哥自己嚟，哎呀，顧哥彈地諗住傳俾阿 Roy 嘅時候，俾阿簡攬到個波，阿簡有個 steal， 基寶大過半場，簡自己做，笠俾 Hugo 起手，哇！阿簡一個 assist，Hugo 入波2分，6-4。顧哥彈地俾 Henry， 哎呀，彈地中唔切，傳翻出嚟俾顧哥，傳俾阿和會唔會試射3分呢？傳俾阿 Roy 大個粒，哎呀，就冇嚇，唔知咩事。阿和試射3分啦又，射得好。白山波啊！豪哥掂到個波啊，佢太誠實啦，所以白色開波。阿爸爸，先係好正常嘅。Jerry 一個起跳，哎呀，力度爭少少，哎呀 ，Henry 一個補入係唔入㗎。再做個，阿和會唔會射呢？唔會㗎，個波起手2分，爭少少，哎呀！攞翻個籃板，靚啊！一球
頭2分，而家8-4，加油識唔識？仲有5分鐘。睇㗎。咦？呢個係咪當傳波咧？唔知發生咩事，總之深色隊開翻波，Hugo 會唔會起手呢 ？Flota 嘅形式，拍咗個波出嚟再射個，豪哥攞翻個籃板，哎呀！但係佢向直上直落啊！呢個波 ，Henry 攞翻個籃板，傳咗俾阿和，好波 ，good try，good try， 仲有4分鐘。唔知係咪整親咧？好似趌下趌下咁嘅。可以踢波嘅咩？係咪踢咗波啊？我嗰又 block 咗人啦，今日波咗幾多球咧？究竟？呢個仲有人搞喺佢面前起手。阿和起手3分，歪咗少少嘅。哎呀，俾 Jerry 攞翻個波啊！入咗頭籃底啊！10-4，加油！3分25秒。哎呀，唔緊啦，唔緊啦。入咗少少，一個 turnover， 基保 turnover。阿和大個半場，傳俾阿和。阿和而家俾人守得好緊啦，唔俾佢再起手啦。會傳俾 Jerry 咧？白色波，因為 Hugo 嗰下閃一閃，驚整親。牛隊長一個入波，阿 Roy 換咗13號，湯馬。射啦！爭啲啊，爭啲啊！豪哥一個起手啊，不過唔夠力啊，爭少少。和牛攞翻個波 ，Jerry key 波，傳翻俾牛牛隊長，傳俾 Jerry， 可能冇心諗住傳俾阿和㗎。阿和又試射3分唔通，就傳俾 Jerry 彈地俾13號湯馬，力度爭少少 ，Jerry 攞翻個籃板，再傳俾低位嘅 Henry， 哎呀，又俾 Henry 入咗波啦！而家係14-4，加油加油！仲有1分半鐘。黑色隊嘅優勢係咩？傳俾高位嘅阿簡，彈地俾 Colin， 自己飛下威，哎呀 ！Henry 攞翻個籃板，傳咗俾湯馬，哎呀，攞唔實個波，救翻啦俾阿簡，俾阿 K 寶同埋阿簡救翻個波，而家深色進攻，哎呀，但係我老豆搖頭喎，唔知咩意思咧，可能太攰啦，哎呀 ！Jerry 一個 turnover， 佢諗住傳俾牛牛隊長，但係就失咗個位。阿簡傳俾 Colin 爆，點知犯規，深色波，仲有1分鐘，加油黑色！阿簡起手3分，爭少少啊！湯馬攞翻個波，傳翻俾古高大個半場，傳俾阿和。阿和傳俾湯馬，再傳俾古高，再彈地出嚟俾 Henry， 再傳俾阿和，阿和喺尾手呢？傳翻俾湯馬，哎呀，傳咗一個 turnover， 傳咗俾阿簡啊，阿簡自己去晒，哎呀，爭少少啊 ！Henry 攞翻個籃板，最後10秒，10、9、
比4，和牛隊勝，係咪14比4啊？係啊。OK。